听出招。定脑子，我要单接你独步武林昆仑岛的作客。昆仑岛，想要甲我大某运机道理，今仔日也着来笑后一摆昆仑岛，搁一个后生坐袂动武。 真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大姐，我费尽苦心5年，就是为着要等到这一天。你应该成全我的愿望。会，我会成全七姑娘你的愿望。也毋过，啥物？今日一决，假使大某若是落败。 甲5年前同款，自废武功。假使我若是败，同款也是效法出家。七姑娘，闲话免讲，请出招。晚辈得罪了。你袂用你死，真侪代志必须都爱你去解决。就是讲。 你的丈夫林小凤，小凤伊毋是我的后生，我也未出嫁。真是的，真侪代志，你是袂当面对。比如讲，林小凤记家，也搁有你的查某孙仔杜雅英。 正气道，甲顶巴县的林医师，伫这5年拢有真大变化。伊是怎样？紧甲我讲。讲也讲袂完，说也说不尽。总讲一句，必须着爱你才会当解决问题。讲免偌久，就有真侪人会来这个山林国找你。 你也是自重。什么人？什么人放武器？阿弟啊，你是谁？都食放暗去啊！是毋是恁？是啊，阿弟你都唔知，拄我这个小囝哦。 我这大脑真激动啦！快，火车你过来！开关，车坐，车坐，车坐啦！开关你唔得。烧酒甲菜青菜甜。好好好，就你来吼。掌柜啊，过来坐，请问诶。有什么代志啊？请问啊，咱这离迄个山林宫哦，唔知有够远的路程啊？无偌远啦，这差不多4、5里路了呢。哦，多谢多谢哈。喂。小王啊，咱搁再5里路吼，就会通到迄个山林宫啊了。哎呦，安尼足好啦！咱明仔载吼，就去来去迄个山阴国找大行精，啊，
若找到伊吼，会用清爽细度甲细灵的因两家冤仇嘛。啊，搁有哦，你会记得袂？当年阮老爷伫迄个大风街山上哦所想的物料，啊，搁有吼。哦，你差不多对不对嘛？足够的哩。人讲的拢嘛真实的嘛。假使阮小姐若无死哦，伊若知影阮高雄姐哦伫咧山阴国，伊绝对去找报冤仇。无定着咱明仔载来叫，会去断你小姐。你这加食看，话减讲过。你是安怎要甲人计死哦？啊，讲你哦，耳流唔知人穿的，使了看，小怎表情无共款，啊，搁伫遐离落袂煞。小是安怎啊？伊规路拢爱讲话，啊那一直咧啉烧酒啊！我规路拢有咧甲注意呢，我发现伊哦，甲顶几工拢无共款，你看心情无好啦。伊是安怎？我唔知，你唔知啊？你唔知我知，你知？甲我讲，下袂晓想讲伊咧想唐阿英。哦。你袂记哦？当年啊，迄个纪录剧甲咱讲哦，迄个纪家良啊，啊甲迄个唐阿英是清白的嘛，啊伊搁要带伊去见人讲，咱即摆若是无定会去撞着因。唐阿英啊，唐阿英啊，啊一声趣味咧哦，啊咱若像你安尼讲安尼吼，若去三民国会当看到徐培炳啊唐阿英，哦老咧咧，啊就是安尼哦，无怪啦，无怪小凤姐心情无好啦。代志啦！啊，就今仔日吼，来咱遮住店迄个受伤的公主，迄伤搁咧发作安尼，啊，伫咧房间内哀甲大细声啦。我想讲要入去甲看吼，啊门搁锁甲足暗的咧，我就去头仔门甲伊偷看，哎呦！啊，是安怎样啦？讲好啦。啊，形前的迄落伤口吼，拢流乌的呢。小丽，你带我来去看你啦。伊是中毒毒标，若无将着伊这个毒血给吸出来，一定有性命危险。哦，彩儿，赶紧出！我想咱就出去，查甫人咧烫衫，敢就是遐好看，出去倒来看，这哪有啥要紧？安怎？啊？小王啊，你把大人烫下来，无我就我甲烫来。唔免，你出去，无我叫你入来，你唔通入来。无啦。我袂用找我到这来斗3工咧，我话烫较紧啦。免啦，伊是查某。啊？查某？我看卖。查某才着出去。我看看啰嗦啊。查某，真太好。喂，来，这都互你。好我，你去将遐毒血给吸出来。甲输掉。哎呦！我唔敢，我袂晓，互你啦。我是查甫人，你受伤不轻，我要哪会用的？哎呦，救人要紧啊！你管你查某啊查甫啊？你敢顾干呢？你看。也是你。哎呦，我唔敢。去啦！卖啦，救人要紧啊！紧，我卖看吼。紧，好啦。哎呦。哎呦，那会遐拄啊好，拄伫遐。哎呦，我无咧看啦。
是查某的，哪会遐生阮小姐？啊，奇哥，请坐啦。小丽，还有房间无？有，你先坐坐。小丽，我的夫人赶路赶了真忝，有淡薄受到风寒，我麻烦你记你甲我请一个大夫来。好，啊无你先这边请。欢迎行。对啦，房间加传一间，2间爱相隔壁。好，请。奇怪，讲伊2个是翁仔某，是安怎着搁开2间房间？实在是明明伫咧开冤枉钱的嘛。唔敢打你遐教的要创啥？咱是你开客栈，敢惊人加开房间是毋？啊，你敢袂记得咱头仔敢是讲请你去遐请一个大夫？阿英，药我食落去啊，你好好困一醒。小等，你的肝若是流出来，人会感觉较爽快吼。味会较好。公仔，你来，我甲要死，我甲你讲啊。奇怪，凊彩好甲差不多，哪会伫遮？那你是咧创啥物啊？遐嘛一直甲我叫来，这要创啥？我要甲你讲一件歹消息啦，阮小姐无死，搁出现啦！啊？嘿嘿嘿，安尼这是一个好消息了。你好消息对我来讲都歹消息啦。那我本来就是第二个，即摆换变第三个啦。啊，若安尼哦，对我来讲更加搁较有希望。对，啊！你讲恁小姐出现，啊！恁小姐即摆伫倒？啊，就迄个伊孝林伊公主啊，伊就是阮小姐去扮男装的。哦。小凤，这一摆如果若毋是你救我，而且还阁规暝无困，伫咧照顾我，恐惊背边早就已经毒发身亡。为着救人要紧，不着我无将伤口的毒血来输出来，所以不顾一切，无想到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就爱请你原谅。小凤，你严重啦！
爱上陪是小雨，但求陪命渡凉街，无畏无言陪好海。你我只有兄妹暗，辜负良春我不该。温言泪难忍，望我痴情一片心，其实无言。强曾经，将此无奈，做陪兵。卫兵，窗外的人影啊，急匆匆，事又要事，心惶惶。前面的女子哪会这面色？后面迄个男马人啊，思小风啊。对，是令小凤忘着，伊要来遮，不只是令小凤，还阁有啥人？恋爱山庄啊，会饲陪兵，也有不倒甲彩虹啊，结伴行的。正是洛阳的边境，因到处求情，为何情？因到处的理由，是互用猜，也是想你我来对这来啊。莫非是阮阿公，阮记的所在，陪兵甲小凤，伊的情在。一定是安尼。安尼讲，伊毋着来遮要杀阮阿公？忘着，凌霄凤，正气动的人，互你杀甲死者死，倒者倒，连你老大人都惊你，走来到这灵的所在边，你还阁信放伊煞，对来到洛阳要杀伊，我要跟你拼！哪样？你毋是因的对手，何必呢？就算讲我毋是伊的对手，我要跟伊拼！哪样？你爸，假使你若是阻挡我，我来你所在。哪样？你怕我？哪样？我实在不应该怕你。
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，爱愈深，恨也更深。你爱令小芳，恨不得将伊杀死，尽管你死在伊的怀抱中。在我纪家良的面前，我怎忍心你安尼死做？阿英，你知影我非常爱你，在咱相处这5年间，我处处为你设想，但是你敢捌为我想过？你还袂见到阿公伊老大人以前，你也是我纪家良的母囝，我有责任保护你，因为当初阿公伊将你交代给我，等后见到阿公，我将伊的宝贝孙女害予伊老大人了后，你要安怎做？你尽管去做。我袂甲你阻止，我定定。今后，你、我，袂搁再见面啊！但是，不管你何去何从，牺生牺死，在我纪家良的心内。永远有你杜雅英存在。